歡迎嚟到 DSE MC 1分鐘，我係 Louis， 一齊睇下條題目點做啦。set 除 x 的平方正變，且除 y 反變。若果 x 增加 20%， 而 y 就減少 20%， 就想揾翻 set 嘅百分變化。面對呢一類嘅題目，我哋首先要用第一句寫翻條方程先。喺第一句入邊，除即係等於，正變係乘，反變係除。寫好方程後，咁新值呢就可以寫成呢個面貌。化簡後，後邊嗰堆就係原本嘅 set， 然後寫翻做百分變化，就可以揾到答案係 C 啦。最後真正實戰嘅時候，如果想快啲，我哋可以濃縮以上嘅步驟，代 x 等於 1.2，y 等於 0.8， 直接用化簡公式就可以出到答案㗎啦。如果想我教你更多，可以去我個網站預約試堂。